各位兄姐平安。咱对这礼拜开始，第34主日是讲到10条诫，但是34主日吼，我分做2摆来讲。咱即马海德堡要理问答进入一个新的部分，就是为34主日到44主日，拢总有12个礼拜，咱要来听上帝的律法，就是10条诫。咱先要入去10条诫，一条一条来捌的时，咱先来了解上帝律法是啥物意思，伊有啥物作用，咱要安怎来行这个上帝律法？第一就是讲，咱先来了解这个上帝的律法，有几种的讲法。这种讲法就是讲，整体规本的圣经或者律法，这就是约翰福音10章34节讲的。讲整体所有的圣经或者律法，第二种伫马太福音5章17节讲，律法是讲到摩西五经，第三种的律法就是讲到上帝的3种的律法，了后较侪咧讲的就是讲10条诫，但是大部分都讲10条诫。咱来了解这个律法的问题，第一就是讲，咱旧约诶。旧约呢？旧约讲律法呢？新约讲恩典呢？是不是安尼？你即马基督徒甲你守律法，你咧变做律法主义，变做形式主义。即马这个律法咯，耶稣已经宣传啊，他就搁守咧。咱有人无了解，请问诶，旧约内底有3种的律法，有2种耶稣已经完成啊，所以咱无需要遵守。一种叫做诫书律。诫书就是讲咱爱迄旧约内底有迄个太牛、太羊来献规拢个烧去，迄叫做烧祭国语叫做燔祭啊，华语叫燔祭、烧祭。有一种叫和平祭，有一种呢是啥呢？若较送香的人是抬切教、抬钱啊，就是什么分教啦。分教，所以耶稣迄当时伊要伫圣殿的时，伊嘛有献祭，但是因真送香，所以伊献啥？献这个钱尔，钱就较善的人啦。嘛有一种叫做素祭，素祭就是献米粉。这种呢，因为耶稣上帝羊羔，伊一摆伫十字架顶完全替咱献一切的祭，所以咱基督徒毋免搁再抬牛、抬羊、抬鸡。无必要啊！咱无搁来献祭啊！这种的叫做诫书德的律法，耶稣给完成啊！了解吼？第二种叫做卫生律，这卫生律就是讲，以色列人因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，所以因的确有一寡为着有一寡物件袂使食，对不对？请问咱基督徒会使食迄个袂？会使食土沙袂？会使食麻袂？迄旧约袂使呢，因为伊无迄个鱼卵啦，伊无卵呢，袂使食呢。请问诶，旧约内底咱食猪肉袂？袂使啦。猪肉因为伊无3个胃啦，伊一个胃尔袂使啦。牛那马仔咧，马仔嘛有3个胃，会使食袂？袂使，因为伊马仔是单蹄，马蹄是一块蹄尔啦，爱分蹄。搁再翻草啦，倒翻苦啊，听有吼？翻草。我较早咧饲牛的时，我那牛若食到一个时阵吼，叫做双边碰，唔食，咱倒踮遐，开始就用伊食的草哦，搁吐出来。所以旧约的迄个卫生律，咱唔免守啊啦。咱若守的时阵，咱袂使食麻呢，嘛袂使食啥？袂使，一寡海产拢差不多一半以上袂使食啦。但是咱基督徒无啦。你敢有咧食迄个酸咸汤、酸辣汤啦？酸咸汤内底有迄个乌白豆腐，安知无？白豆腐咱会使食无问题啦。乌豆腐你会使食袂？乌豆腐就是智慧啊，你袂使食啦。所以伫新约的时阵，伫使徒行传，伫咧15章的时，伊就教示即个。新的外邦的教会袂使食花，你即马你基督徒咧食花无？有人是坚持不爱食啦，但是注意哦，
迄是外邦的信徒，伊坚持讲，恁因为迄个教会有分犹太人甲非犹太人，啊，咱莫互犹太人跋倒，较安尼规定的啦，了解吼？啊，咱遮无犹太人啊，无要紧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家会啦，猪血啦，爱食啦，尤其咧剃头的一定要食猪血，因为剃头咱暑假就满，啊，食猪血，香港个人洗清嘢咯，啊，所以这个卫生率耶稣给完成啊，把拢废掉啊，因为咱是新的上帝百姓，唔是以色列人。啊，第三种吼叫做道德律啦，道德律爱介绍，咱来遵守免，旧约袂使杀人，咱基督徒会当杀人袂？嘛是袂使啊。旧约讲咱袂使，耶稣伊对12诫，啊对，伊对这10条诫，伊完全遵守，啊伊嘛劝人遵守。有一个好个的少年人，佮做官，伊讲我要怎得到永生？我说你要得到永我，无要紧啊。你睇上帝律法来讲，讲袂使杀人，袂使啥？哦，这个拢修了啊，讲修了来，你安怎？卖掉你一切就来跟对我。伊的意思讲，你修这10条诫，其实你拢总拄啊修后壁迄5条尔啦。意思讲，你伫做人的部分无毋对，但是你无遵上帝做大啦。啊，所以耶稣伊讲，伊来毋是要废掉律法。是要成全律法，这成全律法的意思是成全上帝道德律啦，安了解吼？上帝道德律举一个啦。耶稣讲，恁听过讲袂使害死人哦，袂使害死人。咱的白话字的翻译吼，是比迄个和合本搁较水啦。那和合本讲不可杀人嘛，袂使杀人嘛，袂使杀人毋对啦，迄是。袂使害死人，无害人的意思啦。袂使害死人。耶稣讲，你古圣经有教示咱袂使害死人哦，但是咧，你也当骗术，当踢笑，啊，看人无起，看人无，啊，吞大人的人格，互人感觉讲，哇，这人伫这世间活咧无路用，我规气死死的，咱自杀啦。安尼你等于杀人啦。毋是用刀杀人，较害人，用喙杀人嘛，杀人呢？耶稣意思讲，你互人人格，这个人格抹杀啦。哦，所以耶稣伫10条诫讲了个足清楚。后来咱解决第一项的问题，就是说，旧约的律法，咱啥事要遵守的？咱毋是要遵守祭祀律法，毋是要遵守卫生的律法，咱是遵守道德的律法。后来第二种就讲，哈，那安尼哦。好啦，基督徒到上帝恩典，才会要活伫迄个律法中间呢。咱来了解哦，这10条诫，请问诶，有人讲哇，上帝发10条诫，啊，我都守袂掉啊，无法度。啊，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写了真好，啊，都出来这10条诫，这实在是伊的污点，甲伊的错误。伊这根本互耶稣基督救恩呢，煞转互因看轻。其实无影，安怎讲呢？因为10条诫伫请问伫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下伫第几部分？咱这个是有3个部分嘛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人的痛苦甲需要安慰，对不对？第二部分就是上帝的救恩。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伫10条诫下做第3部分。下做第3部分的意思讲，这是论到感恩。所以遵守律法，毋是要得救，是得救的人感恩，才来欢喜，来行上帝律法啦。这倒病啦。按了解，我都有譬一例吼。像阮老爸遐一个田土地，啊，土阮兜的田哦，足特殊的，拢是大路边啊，拢伫路边啊，无伫咧山头到底，拢伫咧县公路，拢伫路边。阮兜逐地，阮老爸伊若愿意互我变做田桥安尼。啊！我著逐礼拜去遐看，啊，著送较侪礼物。阮小弟讲，哇！阮大兄安尼，这输人毋输阵，我送较侪，对毋对？哦，啊，迄大区的，迄路边较长的，迄著啊，互我两个那么争取。这叫做律法主义啦。我著要靠律法做好行，做好所行，啊，互伊好面色，好喙齿，目的就是要夺伊的财产啦。这叫律法主义啦。啊，啥叫毋是律法主义呢？这感恩的意思讲。阮老爸遐土地若要捐互教会，
也是要做善事，也是拢要阮小弟，也是阮小妹，我拢无意见。迄是伊的物件，要互送拢无要紧。但是我读到大学毕业嘛，我感恩，我感谢我老爸，所以我搁送较好的物件互伊，是为着感恩欢喜，互伊欢喜，会当和伊做较好的联系，这叫做感恩啦，了解吼？所以咱基督徒行上帝律法，毋是要来趁这个恩怨啦，无啦，趁救赎啦，毋是啦，救赎甲恩怨是耶稣基督互咱白白的礼物嘛。除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甲伊对世人中搁活以外，咱无法度搁找一个另外基础啦。这是无了解的意思。来，咱再来了解第三。请问的10条诫的迄个头前讲啥？10条诫这个伊头前的迄个讲啥？讲第一诫的头前的誓言讲啥？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我捌将恁对埃及做奴才的所在。把恁带出来，你要较第一条诫，除了我以后，你唔好别个上帝。所以10条诫是恩典，安怎讲恩典呢？因为是上帝自将遐个奴才，以色列人吼，因伫埃及做奴才吼，因无身份，无名字，因连生活的尊严都无，因敢苦楚的重担。因甚至生查甫用地死，无就淡水，对不对？生查某留咧，留落来是要算啊？你奴才的查某留落来是啥？是做人性的奴才嘛。所以因伫这个灭种、灭种啊、灭种甲灭命的危机的中间，上帝咱救出来，咱救出来了后，搁再互因核心的名，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女啦。上帝儿女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王子啦。恁这奴才，我互恁得到头棒，对埃及的奴役中间，把恁救出来，经过红海，搁经过约旦河，互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恁得到一个新的身份。恁的身份叫做上帝的百姓，毋是人，毋是法老的奴才。你有这个身份了后，真正得到头棒的，毋是这个为这个第一为埃及来拖来到这个迦南地哦，因为因上歹剃头的是啥？就是咱奴才性，了解无？奴才性啦，今仔日一篇报纸咧，佮刊讲哦，是怎样？迄个方思琪，捌听过这人无？方思琪啦，迄互老师来安尼了后，要搁再可以爱迄个，伊讲伊强迫家己来爱迄个，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。意思讲我互人欺，互人塞弄，我搁要去破，大家人破摊摊，迄奴才性嘛。这以色列人因心受奴才性，你看摩西对因遐好。因对摩西要拍死，法老对因遐歹，伊讲因拢想着法老互因啥，互因酸啊啦，互因葱头啦，互因羊肉啦，互因牛肉啦，也有可能，食好过，迄无可能啊！因这叫做被害者吼，真做啥？伊的想象啦。所以恁这人要做一个上帝的百姓，你要活出上帝百姓的尊严，爱活出上帝百姓的身份。这就是律法啦，所以律法毋是要咱说北。那亲像讲，咱台湾要做高铁进程，请问诶，咱高铁的车是先买来，还是先做轨道？先做轨道嘛。你轨道来是讲哇，是安怎？我高铁就爱下当，我高铁的车就爱下当轨道哩。你会使遐紧，就是靠这轨道嘛。所以这个律法是自由的啦。咱这个汉人无这个观念，至到咱无感觉无守律法，咱是上严格的。我的朋友我咧去加油的时候，我做兵的时候，加油摆几堆，老公讲来，你看我来，咱撸入去，随加油，出来一千个，我无摆地讲伊足千个，讲教上我足熟的，教上我足熟的，这变做安尼。
所以咱无这个真正无，咱真正无这，咱敢若欠管尔啦，惊人管尔啦，啊，唔惊官啦，唔惊律法啦。好，啊，所以咧，如果就是安尼，那亲像讲你这个人变是一个奴才啊，啊，即嘛上帝人有一个君王来讲，哎，来，你做我的王主，来，入我王宫，啊，所以王宫内底咧，所有行大进体言语，拢总有王宫的规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咧坐倒咧食的时阵，吼，伊两只脚拢伸出来，坐咱椅仔顶，啊，撒咧懵咧安尼，啊，伊毋是安食呢，撒一个茶啊，咱啊落落咧，一直这我落落咧，按照讲，啊，无啦，毋免啦，随时拢有啦，要食无，都好，或者那乞食对不对？乞食毋捌食过，我撒咧，所以10条戒就叫咱讲，安尼这个意思。就是讲，咱这人是上帝儿女，活出上帝儿女的尊严，活出上帝儿女的形象，甲这是咱的眼光。咱会当铁路行火车行哩轨道顶缘，行哩铁机顶，这是火车的眼光，这是安尼。了后，咱搁来讲，咱搁咧一个了解一个来讲这个通论第4项，就讲，10条戒吼。内底有8条拢讲负面的啦，唔通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两个正面的，讲你得爱守安休日做圣，啊，第2条讲你要孝敬父母，都这两项是正面的，啊，甲拢全负面的，啊，较会讲这咧，咱来了解吼。圣经的话内底讲到正面的意思，尤其讲负面的意思，是咧加强正面的啦，按了解吼，加强正面的啦，咱。迄个英文叫做双重否定加强肯定啦。好啊，犹太人的就是讲安尼，犹太人，譬如讲，唔通害死人，唔通害死人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唔通用计谋，互人因为你来死。但是真正的意思是讲啦，你得爱想尽办法，用各种的计谋，互人维护人的健康。这意思是安尼啦，啊，袂使讲上迄个台湾即马有一个，即马伊顶年这3年的迄个灭顶的运动，拢总伊算是1000个，迄叫啥人？韦应昌，捌听过这人无？韦应昌定讲，我袂由是良心的善事，我听一个昏倒落，良心的善事，啊，伊捐2亿互朱姐，啊，朱姐就退去了。台湾灯拢咧下架时，主席可能唔下架。伊讲我是良心的善事，我害死人咧良心的善事。伊家己唔敢食，我甲伊餐厅食饭，哎呀头家对，伊头家外口食饭啦。哎呦，现在唔食，伊讲哎呀敢食，伊家己煮的唔敢食，伊外口食饭。啊这所以意思是讲，你袂使害死人俩，无你要维护人的健康，维护人的健康，佮维护人。活的尊严，这种第6戒，这种的意思是啥？或者台湾人什么星？叫做寿星啊！寿星听有无？寿星啊！啥叫做寿星？寿星就是我做生日，足请遐的人送我足一个礼物，安尼我欢喜甲。毋是，寿星是互人因为你活得真健康，活得真自在，活得真有尊严，想要搁再活落去啦。啊，受请的对面做要受请啊，出去要害我啦，出去要害我啦！啊，早知咧地好死我啊，所以较早阮定定伫咧厝边定定讲，好，你这囝出去要害我，我互你讲个爽啊，真是欠你的，这种个意思。所以讲负面的意思就是加强正面的啦，按了解吼。所以咧第7戒讲袂使犯奸淫，的意思是真正意思啥？讲咱得爱伫婚姻内底。享受主所享受的美好的恩典啦，这意思是安尼啦。哦，唔是甲咱讲看负面的啦，啊，人讲了负面的话，这都袂得啦。啊，真正安尼意思吼。最后，我要佮讲一项，就是讲，这个10条戒分做2块米，2块石米。这意思是讲，这个10条戒，有人讲哦，头前一个写4戒。啊，一个写6戒，啊，袂讲无啊，写5戒，拢
迄拢无重点，重点就是这两块碑内咧讲到上帝十条诫，拢总就是讲到咱爱啥，就咱爱严敬上帝，佮利益正人。所以头前5个部分是讲到上帝严敬，上帝严敬，后壁咧爱利益正人。所以教会内底有人足熟练的，讲我来教会就是要甲上帝起做好的关系，我来严敬上帝就好，我不爱严敬人。太差有影呢？第5条诫内底讲啥？讲爱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孝敬父母是伫10条诫甲上帝关系呢？意思讲尊严上帝所赏赐的权柄。啊！你即摆人伫做父母的人，弄囡仔拢要互囡仔看甲拢足衰，对不对？我逐日吼，我接到的来，我逐工啊，我同学若写来，逐日都咧骂政府，骂到有够歹听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较早是安尼好，我严敬政府，逐日讲到偌好诶。啊，其实因是用设置甲用意识形态啦。其实，咱对上帝所赏赐咱的权柄，这爱有尊重、尊敬的意思啦。所以含上帝关系。所以检查这2块碑哦，拢总写10条诫，拢总写10条，拢10条拢写伫内底。好，重点就是讲，我爱严敬上帝，我爱利益正人。所以一个人若真正的悔改认罪，伊是活得等，为黑暗的中间用光明。伊的意思是 turn to God，turn to God， 同时嘛是 turn to people。同时我嘛爱活得等，和人做真好起做真水好的关系。所以这个认捌上帝，所以10条诫要求咱啥？认捌上帝。佮承认上帝，敬拜倒咧上帝，这第1条诫。第2条诫是讲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伊，唔通拜偶像。咱以后讲第2条诫的时候，我讲，伫这个概念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神父叫做王敬宏神父，王敬宏神父啦。伊特别伫咧教的时阵，伊讲第2条诫，就解释犯第2条诫，伊自重自我偶像化。啊，这足明显的啊，所以咱到尾啊，你来看10条诫吼，含咱的生活每一站拢做关系。第3诫就是讲用敬畏的方式来使用上帝的名。第4就是每一礼拜爱用1天去敬拜上帝，啊嘛爱利益人，互人有人休困。这个一例一休用袂到要死啦，其实是。全世界文明的国家拢一例一休啦，独台湾袂使啦。因为我昨看美商咧骂些骂台湾骂到迄时阵哦，咧骂到安尼时阵，你看美商伫台湾，大家拢啊做牛做马，对不对？咱够有几个伫美商上班呢？迄业你若业绩互你安尼，明年过你安尼，第三条就叫你走啊。拢互你做到你当做袂起，但是因美国人伫因美国会安尼卖。会安尼卖，绝对卖啦！台湾牛做好死啦，做好死，互你包干啦。啊，这当然有一寡爱有迄个有弹性的问题，无毋对啦。但是你看我德国，请问下你德国，你几点下班？哈？5点外拢全部拢无看到半个人，百货公司拢无啦。我讲啊，你的经济怎么拼？因为我头头拼较济，家庭嘛足重要的。身体嘛足重要的，啊！特别台湾人拢毋免。当然，咱的政府做了较超过吼，较急啦，无沟通甲安尼啦。但是这是按了解吼，所以这10条诫是上帝互咱的尊严，互咱严谨。咱后礼拜开始一条一条来讲，互咱来了解讲啊，上帝道路是遮尔美好，上帝恩典是遮尔水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求你施了恩典。帮助阮，互阮对这事会当用感恩的心态来了解你所赏赐阮的10条诫命，互阮能活出上帝你所赏赐的诫命，互阮伫言语、阮的行道，拢会当做这个社会的光，甲做社会的盐，互阮会当来严敬你的名，啊，互阮会当来利益正人，
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